有风声咧讲，伫咧暗网有人咧卖监听国内机关的资料，而且这监听的对象包含着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等等的高层，也佫有外国的驻台湾人员。针对这件代志，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选举的期间定要注意认知作战，任何消息拢要谨慎去分辨真假。那刑事局嘛表示，这应该是伪造的资料。网络流传暗网伫卖，好亲像政治机关监控政治等相关人物的资料。昨天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都有，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这个案最高检察署已经伫侦办，即马拄好是大选期间，任何消息，所有人民应该要谨慎辨认，确保大选会当顺利进行。最高检署已经在侦办当中。那所谓的认知作战哦，就是这个3分真7分假，正值我国进行大选的期间，那任何的一个讯息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应该要审慎的去做这个思辨哦。我们第一时间一查证一下就知道那是假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采取法律行动，因为造假把名字弄上去，我们不知道他的企图是什么，甚至也有人怀疑是对岸，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检调单位应该尽速来查缉。这是不是代表咱的治安有漏碰呢？林佑昌认为，认知作战唔对假的消息甲治安无一定共款。刑事局是讲，根据监体字、纪元年份来看，应该是编造的资料，资料无外泄的情形。那因为这里面这个资料嘛，有一些是简体字，也有加上纪元的西元纪元的一些年份，所以这份资料应该是一个变造的一个资料。我们资料并没有外泄的情形。不过，南洋立委是即个伫咧暗暝前一项查证进前，都烦恼刑事局话讲了伤满，立营是批评境外势力介入选举。刑事局会不会话说得太早啊？我倒是觉得查完以后再说，既不负责任，也没有真正的说明原委。假讯息呢然后呢，在特定的时机就在大选前接近的时机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散播那所谓的认知上的一个作战最高检察署指出，这个消息是境外势力对咱国的认知作战，已经执行台北地检署展开侦办，要来追查幕后主导者，赶紧背回事实到底是啥，呼吁国人唔通互人误导甲利用。记者综合报道。